但我希望大家唔好忘記，台灣人今日擁有嘅民主自由，都係佢哋曾經用鮮血、用眼淚、用數以十年計嘅時間先至可以換翻嚟嘅。而今日2020年嘅香港，我哋都正在經歷緊呢一場嘅民主革命，我哋一定要堅持落去。所以我哋嘅下一代先至可以同我哋今日見到嘅台灣人一樣，到時候我哋嘅下一代就可以好驕傲咁同大家講，同海外世界嘅人講，香港係一個民主自由嘅地方，好唔好啊？好。到時我哋要台灣人都過嚟香港睇我哋嘅普選，好唔好啊？所以今年2020年，我哋抗爭一定要圍繞翻我哋嘅主題，就係立即民主政改，否則天下制裁。各國嘅制裁法案係我哋而家手上面有嘅最強大嘅武器。昨日台灣人用最強嘅聲音話咗俾國際社會聽，佢哋會同極權割席。接下來就到我哋香港人繼續言